各位大家好，又係我哋咧去到 Chapter 7 7.3，咁呢個咧就係多維陣列，咁即係咧之前嗰啲咧都係單維陣列，即係一個數嘅啫。好啦，咁呢度咧我哋經常性都會用咧呢個二維陣列嘅。好，二維陣列咧，你即刻唔使睇咁多嘢，即刻睇下呢一句。咁之前咧單維陣列咧就係得一個數嘅啫。咁呢度咧就多咗一個，咁好簡單就係兩個嘅方括號咧、中括號咧括住。好啦，咁代表乜嘢咧？前面咧就代表3個列，後邊咧就代表4欄，即係3乘4啦。呢度我哋所講嘅3乘4嘅陣列。咁你記住啦，前面係列，後邊係欄，咁咧就唔會錯啦。前列就後欄，先列後欄啦。好，咁其實總之睇下你個需要係點樣啦，冇乜所謂嘅，即係你要4欄3列同3列4欄咧，總之佢記嘅格數咧都係一樣嘅啫。好啦，即刻睇個例子7，咁咧呢一度咧有紮咁嘅棋啊，X O Y Z 咁樣去排晒呢一啲我哋叫棋啦。好，咁點樣能夠做到呢個效果咧？我哋就用兩個 for 去處理呢個陣列啦。咁首先咧就將個 chessboard 呢一個咁嘅變數咧叫做文字啦，3欄就4列。好啦，首先咧紅色呢部分咧就代表咗初始化。咁你會見到咧呢一度咧初始化就唔係俾個數字佢嘅，因為咧本身 chessboard 咧係個文字嚟嘅。咁所以咧我哋就要用呢一個咁嘅斜零，跟住用個單括號裝起佢。咁自己留意啦，呢個咧就係初始化咗，即係將佢變為空格，即係冇嘢呢個。咁呢度咧留意翻，因為呢個3、4咧代表0、1、2、0、1、2，總之咧有3個元素，4咧代表有4個元素。咁所以咧下邊個for咧出邊嗰個咧通常就係講緊前面嘅列嘅，因為前面係3係0、1、2，所以 I 係0至2啦。後邊係4咧，即係0至3，所以 J 咧就0至3。咁你一定都係 IJK 咁樣噶啦，即係整多兩個變數 IJ， 咁啊唔使自己創一啲特別嘅英文字出嚟噶啦。多數第一個係 I， 第二個係 J。好啦，咁跟住咧真正咧就呢個初始化啦，紅色、綠色嘅部分咧就係輸入啦。咁你發現到咧 for I 係0嘅時候咧 ，J 就係0、1、2、3。咁之前咧喺之前課嘅地方我哋已經講過啦，呢個唔再多講啦。咁最主要咧你佢就叫你輸入咗呢一個 row 第幾個 row 第幾個 column， 即係第幾列第幾欄嘅棋係咩嚟㗎咁樣。咁呢度咧你見到 I 加1同 J 加嘅原因咧就係因為我想顯示翻1、2、3，跟住1、2、3、4。咁如果你唔加1嘅話咧，咁 I 就等於0，咁變咗咧佢顯示係 row 0。同埋column 0噶啦，第一個。咁加1咧就令到你睇起上嚟咧就舒服啲，因為大家多數咧都係1開始嘅。咁但係 C 咧都係0開始，所以咧我哋通常呢度會加咗1。好啦，咁跟住咧輸入啦 ，scan F， 然之後入咗落之後咧，將呢一個變數咧放咗落去 IJ 呢度。咁係咁 loop 咧，佢就入晒啦，入晒落去嗰個陣列度啦。咁顯示翻出嚟嘅時候咧，呢度最特別嘅地方咧就係你打橫嘅時候，當 I 等於0嘅時候，即係話 I 係第一欄啦 ，XO 呢一個第一個列啊，佢就編一次先。咁然之後咧，呢度咧呢個藍色呢一部分咧就係呢個for咧，因為係佢有個大括號啊，括晒3行嘅，咁代表咗佢應該咁講，呢個 for 咧冇括號嘅，咁即係話淨係編 F 呢一句，行完之後咧就先行一句編斜 N， 咁所以你見到咧編嘅時候咧都會編完個 for 個 J 先，即係第一個列先，咁然之後就編一個斜 N， 即係編一個隔行。咁咧輸入同埋輸出咧，即係呢個輸出或者初始化咧都有少少技巧嘅，即係個編 F。究竟擺邊度咧嚇？即係佢嗰一列，咁你可以參考下呢個。
好啦，咁呢度噏晒啦嚇，即係同頭先所講嘅。咁呢度咧就係我所講噶啦，即係想顯示得靚啲咧，就係將個索引加1，將個 I 同埋 J。咁咧有個呢一度咧有個簡單啲嘅，如果已經預先知道數據，可使用初始化列表列明語句初始化二維陣列。咁呢度咧3、4你留意咧用咗兩個大引號啊。好啦，第一句咧 XOXO 咧佢就擺喺第一個，然之後加個逗號。咁你可以咁樣寫法咧，其實都唔錯嘅嚇。咁代表第一列第一個列第一欄，呢個係00啦，呢個係01、02、03。跟住下邊嗰個咧 OY 咧就係10、12同13。咁一次過咧做個初始化。咁下邊咧例子8咧就係用翻我哋之前做過課題 A 第5章實習2嚟嘅。咁嗰陣時咧嗰個係輸入分數。咁咧大家可以望一望呢個啦，叫你寫一個主控台程式，接受3個學生2個測驗中嘅分數。咁呢一個咧都係用咗2個課咯。咁今次咧我哋嘅做法咧就係將佢咧放落個 array 度，放落嗰個陣列裏邊。好啦，首先咧上面第一句咧就初始化啦。咁今次唔使用個課啦，直接咧呢度咧，因為咧2啊代表2乘3，咁即係話第一個列咧有3個數據，第二個列咧有3個數據。好啦，咁跟住咧第一個課咧，第一個即係嗰個2個課嗰個結構咧就係輸入咯 ，scanf 嚟嘅嚇。咁第二個咧，你留意翻咧，佢呢度最特別嘅地方咧就係話佢將打橫嘅測驗嘅分數咧加晒起嚟。咁我睇一睇個結果先。咁呢度就係 FH mark of test 1，將 test 1嘅分數加埋佢，跟住做翻平均數啦。咁下邊第二個咧，因為有3個學生啦，所以呢度咧 sum test score 係除以3嘅。咁同埋咧，佢呢度 loop 嘅方法咧就係先 loop 咗個 I， 即係先睇下前面嘅測驗先。後邊咧就出嗰個分數，出每個學生分數。下邊嗰個 IJ 咧調轉咗嘅，調轉咗。咁佢呢度咧，跟住就先撈咗嗰個學生先，第一個學生，跟住第一次測驗同第二次測驗，咁放咗落去呢個 sum student score 加等於，咁得出嘅結果咧就係學生嘅分數。即係咁呢度咧，你會睇到咧，佢點樣去操控翻同一個二維陣列，佢點樣操控佢想要嘅資料。咁呢個例子你可以 download 落嚟自己睇啦。咁下邊嗰啲代表就係點樣加法啦。呢個好簡單啦，打橫加定打直加。咁呢個咧，即係自己要諗一諗啦。即係你想點樣攞啲資料嘅話，咁下邊嘅講法就係呢啲啦。咁呢個幾好嘅，即係你打橫就點咧，打直點就係個 I 同 J 要調轉咯。咁要注的是可以反過來以列代表學生，欄代表測驗。咁即係話個表調轉啫，3乘2同2乘3係冇所謂嘅。咁但係你初始化嗰度咧有少少分別。咁呢度你要注意翻。總之第一個即係你想順序嘅，我哋通常前面叫 I， 後面接 J。咁佢所以 I 咧就0、1、2啦 ，J 就0、1。咁你用咁嘅方法去諗咧就冇錯啦。咁實習5咧就大家要試下做下啦，即係最尾咧要顯示翻出嚟，最尾咧就要攞翻個 revenue， 即係嗰個咧總和，即係幾多錢。咁佢好似寫咗就係頭等5000，經濟2500，商務2500，經濟1000啦。咁呢個應該我估去台北嘅價錢啦嚇，1000蚊機票依家。即係你自己入咗之後咧，究竟佢幾多人揀咗頭等啦，跟住商務啦 ，business 同埋經濟客位啦，最尾嘅收入係幾多啦 ？revenue。好啦，有2維自然有3維啦。其實我哋3維都會用到，但係4維好少用啦。即係
因為太複雜啦。其實當你要處理翻攞翻數據，三維其實已經好盡噶啦，三維陣列。咁啊，多數用喺啲長闊高咯，長闊高。咁會有3個火咧 IJK 走出嚟嘅。好，咁呢一個咧就係多維陣列嘅介紹啦。好，拜拜。